今日我同大家講解咧，我哋常見嘅腰部疼痛嘅區域，去區分我哋嘅疾病。OK，咁啊，第一個咧就係假如個疼痛點咧，中間脊上面咧，佢有壓痛點咧，通常咧就係脊上或者脊間之間嘅韌帶炎。咁第二個區域咧就係喺脊上旁開大概一隻手指位啦，即係大概1寸嘅呢個位咧。假如佢有壓痛點嘅話咧，咁通常咧兼有臀部、小腿或者大腿嘅疼痛咧，我哋要考慮佢係咪一個椎間盤嘅突出。再旁開一個手指位啦，第3條線啦 ，OK， 就係佢3條線呢個位，第3條線 ，OK， 咁啊通常咧就假如係中老年人見多嘅，我哋咧壓落去咧就會疼痛咧，就唔排除係一個關節突嘅關節。第4個咧就係多見於青壯年嘅 ，OK， 咁旁邊咧就再過一個手指位度啦，第4格啦 ，OK， 咁你會好明顯有2嚿肌肉嘅，呢度嘅豎脊肌，咁你個豎脊肌咧壓落去好繃緊疼痛咧。咁我哋可以考慮佢呢個係腰肌勞損嘅。咁通常呢啲症狀咧按鬆完之後咧，佢個情況會舒緩嘅。第5個咧就係佢主要咧喺個腰底椎呢個位置啊。咁腰底位置摸落去咧，明顯好掹緊嘅疼痛咧，咁唔排除佢係呢個咧叫做腰肌嘅肌筋膜炎症。OK， 主要係近住嗰個腰底椎。咁啊第6個咧就通常喺我哋第3環突。OK， 咁我哋呢個尤其是呢2個位第3環突壓落去疼痛點好明顯咧，就係呢個叫做腰3環突綜合症。咁第7個區域咧，就喺呢個髂後上棘同埋一個髂脊之間嘅連線中間嘅呢個點。OK， 跟住佢種疼到啲壓落去好疼痛嘅，咁疼痛咧就放射落去呢個大腿外側喺個膝頭耳之上嘅。OK， 咁呢個疼痛點咧，我哋唔排除佢呢個咧就係臀上皮神經炎嘅。